许恩，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以后，我也开始接触教会的服事。我爸妈也常告诉我说，越服事越甘苦。喂，主任吗？我是龙哥啊。星期五晚上的早上会可以帮我带一下吗？我有事。星期五晚上吗？对。好啊，可以。好，谢谢。不会，拜拜。2点了，看来怎么去拍照？我刚才没有人聊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都几点了？怎么现在才来？捷运怎么会爆胎？还东西脱轨？好了，你赶快练习吧，我家还有其他不是。
心了。不要这样子唱衰我！哎，我已经想跟你说，你怎么搞的？怎么那么狼狈啊？妈妈会头不疼啊？真的？好，我怎么都没有感觉到。哦，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啊，就是下礼拜要缴房租，你今天能给我吗？这个吗？就是这个月我比较少，所以差一点点。那你假日干嘛不是多上一点班吗？因为我假日都在教会服侍啊，所以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他。哦，你要多为你自己想想啊！你看你房租已经缴不出来了，还要服侍，真的为自己好好想一想。那第4个你好啦，哦，那已经欠我1年了。没关系啦，我们都很乐不乐等到。好吧，好吧。那你要干嘛？我比较洗完澡，是啊。谁啊？喂，我是伟哥啊。我想问你，礼拜6的那个新年就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然后出去玩。就觉得对不起。好啊，好啊。谢谢，拜拜。我是花丽啦。就是安美那边可以再帮我看一下，上次说过的，我说有没空。拒绝他，不好意思，我没办法。
活动可以带一下。80万为例，预算是80万。80万？对。你当我实际啊？